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年是金融年，有人想讲要生一个龙囝。在咱民间的风俗，有的就会先请算命先的来号名。就算讲想要家己号名，一般嘛会先请算命先的来算字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画，读有的画第八条。有的字典是写做伟，文音读做义，拢是共款第八条。字典解说讲，这个画就是尖来刀或者是针啊。另外，画嘛是用汉字字画单位，像咱讲一画、两画，做动词是雕刻、勒破、挂破的意思，像讲画一纸、画一魂。另外，画玻璃意思是要挂玻璃进前先做记号。这个画嘛有做代志的意思，像中文讲归画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字画，也就是笔画，代表写字或者是画图，一笔一画，拢是组合字或者是图的条件。第二个词是咱现代词，读做画跋，就是去邮局汇款到指定的户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若是买物件去邮局要画跋，字画一定爱一笔一笔写好清楚。若无，若是看灯打或者是写唔对，钱无入去口座，对方就收袂到，买卖无准算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画，另外一个音读做伟，也甲文音读做义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